醒啦？这都晌午了。奴婢想着您昨天晚上一定很辛苦吧，所以都没敢来叫您。黄毛丫头，脑子里都是毛片儿。皇上呢？皇上去上早朝了，这会儿应该要回来了。赶紧伺候我更衣。是。快。晚上吃点好吃的。娘娘您慢点。皇后娘娘，敢问以色弑君，焉能长久？等什么时候妹妹也能以色弑君了，再来和我探讨长久不长久的问题吧。您真是太厉害了。其实昨天晚上什么事儿都没发生。啊？莫非是我给您准备的摄魂香失效了？香你妹啊！昨天晚上我这张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娘娘，反正现在都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，宫里上下都知道您昨天晚上侍寝了，您呀就别不好意思啦。以后咱们在人前人后可就更硬气了。啊？都知道了。你们听说了吗？今天宫里啊，可是出了最大的花园消息。宫中哦，上上下下、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还有谁不知道的？皇妃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我怎么会不知道啊？无非是昨晚皇后娘娘夜宿大明宫，皇上今日起晚了，误了早朝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此事非同小可啊！以前皇后娘娘和皇上是面和心不和，可如今呢，就表里如一了。帝后和睦，这是好事。终于有人可以治治那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狐狸精了，你们就别嚼舌根子了。难道我们3天2头来此处，不就是为了嚼舌根吗？嗑你的瓜子儿吧！明白了，我们来这儿啊，就是为了嗑瓜子儿。